魔术师将钱一张变2张就神奇，也毋过后面还佫有大礼包。成年礼金是文化部要送给18岁到21岁的青年的礼物。文化部已经推出属于18岁到21岁青年朋友的1200点新年礼金，鼓励因进入剧场观赏艺文表演。文化部为了艺文的长期的扎根特别以发出文化礼金。那这个文化礼金，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18岁到21岁能够进到剧场来看表演。所以这次的文化币推出，希望大家能够善用文化礼金，然后进到剧场来支持我们台湾在地剧场艺术创作者的一个作品，让我们的自己的内容产业可以更加的蓬勃的一个发展。台南市文化局特别结合38个表演团体，预计有63场节目，推出3500席的青年实惠优惠。只要使用文化币购买，就会当享有超值优惠。头一波下载优质节目，包括着无独有偶剧团、春和剧团的节目等等。春和剧团郎祖明更穿着演员陈汉典衫，现身现场做宣传。6月10号下午2点半，还有晚上的7点半，在我们台南的文化中心演出《叫我林彩香》，欢迎大家呢来欣赏。那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呢，我们有文化币，有青年币，你只要用500元就可以做到1200元的票哦。欢迎大家使用，欢迎大家来叫我林彩香。叫我林彩香是电视剧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》的前传，由龙舟魂导演高玉山、吕曼英、钟瑶、陈汉典、杨小黎、吴怡佩共同演出，欢迎大家多多支持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